建平里长傅建峰指出，第4分局和平派出所位伫咧建平里内，下内有市政府、市会、市调处等政府机构。平常时的勤务就真无闲，加上去年12月到今年1月9日，市府广场阁有侪场暗会，而且这几场拄好阁拄着寒流来袭，看到远景伫寒风当中执行，互人真感动又阁唔甘。所以建平里长傅建峰、建平社区总干事严美华以及烘焙班成员，特别制作了一批姜母乌糖，希望会当温暖警察朋友的心甲胃。天气真的太冷了啦，那我们是社区有我们里面那个烘焙班的这些烘焙志工有感受到他们那个严谨的辛劳啦，所以说送那个姜母黑糖给他们，说顺便暖身，把身体顾好，为咱治安会当做更加好诶。建平里副里长他都是在地的里长，他对我们所有的同仁哦，他也都非常的关怀。那大家天津人最主要都是要有姜母糖嘛，姜汤来抚慰啊我们所有严谨热心的来执勤啊，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啊。但这一次啊，也特别感谢副里长他们社区里面做了这些姜母糖来。送给我们这个华平派出所，谢谢我们安平区建平里的副里长啊，还有我们的里办公处。那在这天冷的寒冬呢，给我们自赠姜母糖。那希望我们同仁呢，也能为我们的安平区更努力的付出。今年的寒流比起往年多了真侪，建平里看到环境为了城市治安，青叶嘛照常活出巡逻，所以特别为因准备了姜母乌糖，希望会当温暖因的身体，感谢因维护社区治安的辛苦付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